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神秘國度嘅神秘面紗。我哋唔單止要講下佢哋啲奇特嘅風俗，仲要話俾大家聽，點解呢個世界上男女平等率最高嘅國家會令到男遊客去到嘅時候要特別打醒12分精神，一不留神隨時會出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入正題，一齊去探索呢個奇妙到極點嘅冰島。首先，我哋要講下冰島一個非常之神奇嘅存在，就係佢哋對精靈嘅執着。你冇聽錯，喺呢個科技咁發達嘅21世紀，竟然仲有超過一半嘅冰島人相信佢哋嘅土地上住住一班叫做隱形人或者精靈嘅超自然生物。呢班精靈平時就住喺啲大石頭或者山丘入面，你可能會覺得呢啲不過係細路仔嘅童話故事啫。但係冰島人係認真到你唔信。佢哋喺起公路或者發展新市鎮嘅時候，如果規劃中嘅路線會經過一啲傳說中有歸程簡國公路嘅溪，兜個大圈，有個計劃中嘅獨市種金剛齋廣角嘅茶。有一次喺大約2013年嘅時候，冰島政府想興建一條連接阿爾夫塔內斯半島同雷克鋼礦經重大人界嘅移執。共同介移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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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介移執。結果引來大批環保人士同埋深信精靈存在嘅市民抗議，最後工程要無限期停工，直到大家諗到一個兩巡加深十丁，經中幸重加深十丁嘅，最係煙缸加深十丁嘅，共300丁，工程缸加深10丁嘅。喺冰島，甚至仲有一間專門研究精靈嘅精靈學校，入面會教大家點樣去同精靈溝通，點樣分辨唔同種類嘅精靈。呢種將神話融入現實生活嘅態度，真係全世界猜唔到第一個地方好似佢哋咁。跟住落嚟呢個事實，對於驚昆蟲嘅朋友嚟講，直情就係天堂。你知唔知成個冰島係完全無蚊嘅？冇錯，係一隻蚊都唞唔到。大家平時去外國旅行，去到啲大自然環境有山有水嘅地方，最驚就係俾蚊咬到一粒粒，又痕又腫。但係喺冰島，你無論係喺湖邊露營，定係喺深山入面行山，你都完全唔需要帶蚊怕水。科學家研究過呢個現象，發現原因係因為冰島嘅氣候太過變幻莫測。一般好似阿拉斯加或者格陵蘭呢啲咁凍嘅地方，其實夏天都會有好多蚊。因為佢哋嘅氣候變化比較有規律，蚊嘅幼蟲喺冰雪融化之後，可以喺死水潭入面慢慢孵化。但係冰島嘅天氣喺一日之內可以變好幾次，有時突然間好溫暖，冰雪融化，啲蚊嘅幼蟲以為春天到咗，開始準備孵化，點知突然之間一陣冷空氣吹過嚟，溫度跌到去零下幾度，啲水又重新結冰。呢種短時間之內不斷重複嘅結冰、融冰、再結冰嘅惡劣循環，令到蚊嘅生命週期根本冇辦法完成，所以蚊喺呢度完全生存唔到。講到冰島嘅治安，呢個國家簡直可以話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嘅極致。冰島係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嘅國家之一，低到一個咩程度呢？呢度嘅警察喺日常巡邏嘅時候係完全唔需要帶槍嘅，佢哋身上最多只會配備警棍同埋胡椒噴霧，只有極少數隸屬於特種部隊嘅警員喺執行特定任務時先會攞槍。你如果去睇冰島警察嘅官方社交媒體平台，你會發現佢哋嘅日常貼文根本唔係咩捉賊或者破案嘅嚴肅畫面，而係充滿住警員喺街道餵流浪貓、幫小朋友執返個氣球、玩滑板，甚至係一齊食雪糕嘅溫馨相片。喺呢度，甚至連監獄都好似度假村咁，犯人有自己嘅私人空間，仲可以出去返工或者返學。最搞笑嘅係，因為冰島真係太安全，好多爸爸媽媽帶 BB 去咖啡館飲咖啡嘅時候，會直接將放住 BB 嘅嬰兒車擺喺咖啡館門口嘅條街度，等 BB 喺出面呼吸新鮮空氣，瞓個晏覺，而父母就自己喺室內暖洋洋咁同朋友吹水。呢種事如果發生喺其他大城市，肯定會被指控係疏忽照顧兒童，甚至會俾人抱走個 BB。但係喺冰島，呢個係再正常不過嘅生活日常，因為大家互相信任，而且根本無人會動歪心思。既然冰島咁凍，咁佢哋平時係點樣保暖嘅呢？呢度就要提到佢哋無窮無盡嘅地熱資源啦。冰島成個國家都坐落喺板塊活動非常活躍嘅地帶，所以地熱能極之豐富。
呢個國家90%以上嘅家庭都係直接利用地熱水嚟提供暖氣同埋熱水，因為咁冰島人嘅熱水係平到你唔信。但係呢個福利亦都有一個小小的副作用，就係你開熱水喉嘅時候會聞到一陣非常之濃烈嘅硫磺味，即係好似臭雞蛋咁嘅味。好多遊客第一次去到冰島，一開花灑準備沖涼都會嚇一跳，以為個熱水爐壞咗或者啲水源受到污染。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純天然、含有豐富礦物質嘅溫泉水，對皮膚非常有益。更誇張嘅係，因為熱水實在太多、太便宜，雷克雅未克市區好多馬路同埋行人路下面都鋪設咗熱水喉管。每當冬天落大雪嘅時候，呢啲地熱系統就會自動將路面嘅積雪融化，令到市民出入完全唔需要擔心會跣倒，亦都唔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鏟雪。除了大自然嘅奇觀，冰島人嘅精神世界都非常之富足。佢哋有一個好特別嘅傳統，叫做聖誕書潮。喺冰島有一句說話叫做每個人肚入面都有一本書，意思係每一個冰島人一生之中總會寫出一部屬於自己嘅著作。根據統計，每10個冰島人入面就有1人會喺一生中出版至少一本書，呢個比例係全球最高嘅。每逢到咗每年年底嘅聖誕節前夕，冰島嘅出版社就會集中火力推出大量新書。冰島人有一個雷打不動嘅傳統，就係喺平安夜當晚，大家交換完禮物之後，每個人都會捧住一本新書，一邊飲住熱朱古力或者熱咖啡，一邊安安靜靜咁睇書，度過呢個寒冷嘅夜晚。所以如果你送禮物俾冰島人，送書絕對係最得體、最受歡迎嘅選擇。冰島人對於保留自己嘅文化同語言有一種近乎偏執嘅堅持，為咗防止冰島語受到外來語嘅污染，佢哋政府設立了一個非常嚴格嘅機構，叫做姓名委員會。喺冰島，父母唔係想幫仔女改咩名就改咩名嘅。如果你想幫 BB 改一個新名，而呢個名唔在政府批准嘅幾千個常用名字清單入面，你就必須要向姓名委員會遞交申請。委員會會根據幾個嚴格嘅準則去審批，例如呢個名必須要符合冰島語嘅語法結構，要容易用冰島語拼寫，而且唔可以對小孩子嘅成長造成侮辱或者尷尬。更重要嘅係，冰島人嘅姓氏系統非常之獨特，佢哋一般係無世襲家族姓氏嘅概念。冰島人嘅姓氏係將爸爸，有時係媽媽嘅名字，加上之子或者之女嚟組成。例如，如果爸爸叫艾納爾，佢個仔嘅姓氏就會變成艾納爾之子，佢個女嘅姓氏就會變成艾納爾之女。因為咁，一家人入面，爸爸、媽媽、哥哥、妹妹，每個人嘅姓氏都可以完全唔一樣。呢種獨特嘅命名方式，令到佢哋嘅電話簿或者官方名冊，全部都係用大家嘅名字而唔係姓氏嚟進行字母排序嘅，真係非常之有特色。去過冰島嘅人可能都會留意到一個奇怪嘅現象，就係喺呢個高度發達嘅歐洲國家，你竟然吸引唔到一間麥當勞餐廳。冇錯，冰島係少數完全冇麥當勞分店嘅國家之一。其實以前係有嘅，但係到咗2008年嘅時候，冰島爆發咗非常嚴重嘅金融海嘯，國家經濟差點陷入破產邊緣，冰島克朗急劇貶值。因為麥當勞嘅食材，例如牛肉、洋蔥等等，全部都需要根據加盟合約由德國等外地進口。喺貨幣大幅貶值之下，進口成本變得極之昂貴。當時一包進口洋蔥嘅價錢，甚至等同於一瓶靚紅酒。在冇辦法維持盈利嘅情況下，麥當勞喺2009年宣布全面撤出冰島市場。有一位叫做希奧特嘅冰島市民喺麥當勞最後一天營業嘅時候，買咗一個漢堡包同埋一包薯條。佢冇將呢個餐食落肚，而係將佢放喺一個膠袋入面保存。神奇嘅係，過咗幾年，甚至10幾年之後，呢個最後嘅漢堡包同薯條竟然完全冇發霉、冇腐爛，外表睇落仲好似啱啱炸好咁。依家呢個最後的漢堡包已經成為咗冰島嘅一個另類歷史文物，被安置喺一個旅社入面，甚至仲有24小時嘅直播，等世界各地嘅網民可以一齊見證呢個防腐神話。講到冰島嘅自然景觀，佢被稱為冰與火之歌嘅國度，絕對名不虛傳。呢度擁有超過100座火山，其中有大約30座係活火山。平均每過4年，冰島就會發生一次火山爆發。對於其他國家嚟講，火山爆發可能係一場滅頂之災，但係對於冰島人嚟講，這已經成為了生活嘅一部分。甚至當火山爆發嘅時候，好多冰島人會特登開車去到火山附近，一邊飲啤酒，一邊欣賞呢個大自然嘅壯麗煙花。更有趣嘅係，因為冰島正好坐落喺北美洲板塊同埋歐亞大陸板塊嘅分界線上，呢兩大板塊每年都會以大約2厘米嘅速度互相拉開。喺冰島嘅新格維利爾國家公園，你可以親眼睇到呢個巨大嘅地裂縫。
喺呢度有一個叫做斯浮拉列縫嘅地方，入面嘅水係由附近冰川融化之後，經過火山岩石幾十甚至上百年嘅過濾而流過嚟嘅，水質清澈到無可比擬，能見度超過100米。好多潛水愛好者會特登嚟到呢度潛水，體驗一隻手摸住北美洲板塊，另一隻手摸住歐亞大陸板塊嘅奇妙感覺。另外，冰島係世界上少數幾個完全無常備軍隊嘅國家。佢哋雖然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創始成員國，但係佢哋自己內部係無陸軍、海軍或者空軍嘅。冰島唯一嘅武裝力量就係佢哋嘅海岸警衛隊，主要負責巡邏領海、進行海上搜救以及打擊非法捕魚。如果遇到嚴重嘅外來威脅，佢哋會依賴北約嘅其他成員國來提供防務支持。冰島人崇尚和平，佢哋認為將資金投入到教育、醫療同埋環境保護，遠比用嚟買武器、養軍隊更有意義。最後，我哋終於要講到今日嘅重頭戲——冰島排名第一嘅驚人事實。呢個國家連續10幾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男女平等率最高嘅國家。喺呢度，女性嘅社會地位極高，男女同工同酬係由法律強制執行嘅。任何公司如果俾女性嘅人工低過同等職位嘅男性，將會面臨巨額罰款。但係點解我會話男性旅客要留神呢？呢個絕對唔係開玩笑，而係因為冰島極致嘅男女平等演變出咗一套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完全唔同嘅社會風俗同社交禮儀。如果你用一啲傳統嘅大男子主義或者自以為浪漫嘅風度去到冰島，隨時會踩雷，甚至會引起當地女性嘅反感。首先，在冰島，女性嘅獨立意識係深入骨髓嘅。喺傳統嘅西方或者亞洲 dating 文化入面，男女約會食飯，男方主動買單，通常會被視為有紳士風度、體貼嘅表現。但係喺冰島，情況完全唔同。冰島女性非常介意俾人請食飯。喺佢哋嘅觀念入面，如果一個男仔無端端要幫佢買單，背後嘅暗示就係覺得女性冇經濟能力支付呢餐飯，或者係男方企圖透過呢餐飯嚟換取某種回報。所以，如果你同冰島女仔去街，最安全、最尊重對方嘅做法，絕對係 AA 制或者各俾各嘅。如果你死纏爛打，非要幫對方買單，佢哋不但唔會覺得你溫柔體貼，反而會覺得你是在貶低佢哋嘅自主權，甚至會覺得你個人好無禮貌、好自大。其次，冰島嘅戀愛同交往模式可以話係將傳統嘅男追女公式完全顛覆。喺呢度，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主動。冰島人嘅社交生活非常之直接。佢哋唔興玩曖昧或者欲擒故縱嘅遊戲。喺酒吧或者派對上，如果一個冰島女仔對你有興趣，佢會毫不猶豫咁直接行過嚟同你搭訕，甚至主動邀請你返屋企。相反，如果一個男遊客試圖用一啲好油膩、好輕浮嘅搭訕技巧，即係所謂嘅 pick up lines 去撩冰島女性，或者喺未得到對方明確同意嘅情況下，有過多嘅肢體接觸，呢度嘅女性會用非常冷酷、直接嘅方式去拒絕你。甚至會直接叫保安或者報警。冰島女性對於個人空間同埋身體自主權嘅保護意識係世界第一嘅，任何一丁點嘅不尊重都會被視為嚴重嘅騷擾。再者，冰島女性對待工作、生活同體力勞動嘅態度，亦都會令好多習慣了男主外女主內或者覺得女仔需要被保護嘅男性大吃一驚。喺冰島，你經常會見到女性開住巨大嘅越野車，喺建築工地做粗重功夫，或者在冰川上擔任專業嘅登山向導。如果你見到一個冰島女仔喺度搬行李或者換車隊，你出於好意行過去話，等我呢個男人嚟幫你啦，你得到嘅回報可能唔係甜美嘅微笑，而係一個冷淡嘅眼神，因為你嘅說話無形中質疑了佢哋嘅個人能力。所以，男性旅客去到冰島，必須要徹底放低自己嘅大男子主義包袱，學會將女性視為完全平等、獨立嘅個體去對待，唔好過度熱情，唔好自作聰明去充當護花使者，學會傾聽，學會保持禮貌嘅距離，呢個先至係喺呢個奇妙嘅冰島國度入面最安全，亦都最受人尊敬嘅生存之道。